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网络脱口秀的节目《贺龙夜夜秀》。最近是邀请到中国的媒体人王志安就节目来评论到台湾的选举。结果，王志安是批评到民进党甲参众人士杀就台来催票，是暗暗惊体民进党带着罕见疾病的律师陈俊翰将做选举的工具。但是第一时间，这主持人贺龙甲助理主持人若无阻止，搁笑甲嘎嘎叫。陈俊翰讲伊有淡薄仔失望。虽然节目团队事后来道歉，但是已经有网友发动要拒绝看这个节目。意思施经中嘛，伫面册痛骂讲，这个节目是恶心未遂。促进推动对于身心障碍者和罕见疾病患者权益的保障。讲到目哭澹澹，律师陈俊翰伫咧选情，伫咧开道舞台来讲参政初衷。这个画片看在中国媒体人王志安的眼底，有无共款的解说？不像是政治竞选的舞台，像是演唱会现场嘛。有歌星，然后有前面铺垫的，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。那刚才伫咧讲陈俊翰、王志安说落来，嘛直接伫咧节目中模仿。说这个支持民进党。抢救王一川。节目片段一个播出，互各界是骂甲无力。节目主持人贺龙和助理主持人 LB 当时笑甲叫甲叫，嘛互底下无一粒好。我觉得现场包含主持人在内，还有台下观众的反应，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失望。主持人并没有去立刻发表一些看法，或是去制止他。就算节目的制作人伫咧 YT 频道会师咧流会，不过网友唔接受，伫咧贺龙面册大咧感慨，讲真正足害的，让陈俊翰律师是一个真值得尊敬的人士。节目根本就无好笑，意思是经中嘛袂见看，骂贺龙夜夜秀是太过节目。很轻蔑的态度，恶意的要去模仿障碍者的那一种举止，是我觉得很不能够接受。邀请他国人士评论台湾的选举，更以善笑的方式来影射站台人士。民主进步党对此恶意言论深不以为然，并予以强烈的谴责。面对各界批评，王志安伫咧推特破文，执政党发言人竟然对上届节目的言论施压，反倒转来批评民进党，都有民主进党欠比模样。不过批评新政者就是事实，官商笑伤过超过，互大家拢看袂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